孩儿不孝，不能守孝在您面前。不过孩儿已经亲眼看见当年残害你的人铁青坚的惨死，也算报了他对你的断臂之仇。爹，孩儿还有许多的困惑，希望您在天之灵能够帮助孩儿理清头绪，在这一团乱中找到一条出路。铁青坚，按照血缘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叔叔。可是我无法原谅你对我父亲所做的一切。现在你已经尘世已了，我也无谓再追究了。本来所谓值得不值得，其实也是人一瞬间的念头造就的。伯母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灵儿的，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欺负她。你安息吧。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是薄情寡义的，我会好好的守在她身旁，做一个尽一个做哥哥的责任。灵儿，我们走吧。这只老狐狸，幸好宝藏已经藏好了，我们没有什么损失。灵妹啊，山谷的事儿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，我那张羊皮地图也该交回大奇门了。我还要再去一趟再生草庐，你看你。
们是兄妹嘛，没有必要注意一些繁文缛节。走吧。二位有什么事吗？请问您是这个庄的庄主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两人正在赶路，天色已晚，想借您这儿投宿一宿。房间倒是有，只有一间。敢问，你们二位可是夫妻呀？我们虽不是夫妻，可我们是兄妹。哦，那就好办了。不要嫌弃我的房子破漏就行了。在外面不容易啊，很辛苦的。来来来，请吧。啊，来，请。走吧。灵儿，他的确是你亲爹，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叫他一声吧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我还有些事要和我妹妹交代一下。哎，不要找了，她已经走了。啊，上哪儿去了？哦，今天一大早，你妹妹跟我买了匹马，就往东边去了。我还奇怪呢，怎么没见到你呀？哎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留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不要做你妹妹，灵儿，不要做你妹妹，我要做你的妻子，灵儿，我要做你的妻子。灵儿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天意。难道我希望你做我妹妹吗？天哪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戏弄我们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惩罚我吗？灵儿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就回。于大哥，时日不见，你怎么头发都白了？二弟，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，哪管什么头发白不白啊？只是，可有轻伤的消息？灵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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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光，灵光，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我要不要去找你呢？还是找到了又怎么样呢？我又能给他什么？可是不去找，我还能安心吗？灵儿，白兄，这2天你有没有留意？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跟着我们。哈哈，没错，我这2天总觉得脖子后面冷飕飕的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鬼。白兄放心，我只要想个办法把它引出来，白兄的脖子就会和平时一样了。哎呦，客官您吃好了，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哟，二位爷，您想吃点什么呀？来来来，请进。嘿，小店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啊。是吗？哎，
嘿，坐。说说看，都有些什么？好嘞，本店的招牌菜是红烧狮子头，今天又进了5年陈酿的老白干，还有，小二，哎，我看你聪明伶俐，可不可以办件事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个这样的东西。来，好。这个狗贼司徒笑，早就应该下地狱了。你看他还大鱼大肉的吃着，而我们呢，在这啃干粮，真是老天爷不开眼。呆呆，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动手吧。你看你这急脾气，早晚会坏了大事。司徒笑那么狡猾，如果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置他于死地，又被他发现的话，那死的可就是我们呢。哼，怕什么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我就不信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。我们又不是没试过。这2天他们的运气太好了，我们想在他们投宿的地方下毒都没有找到机会。只要他们是人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死门。到时候，呆呆，走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司徒笑，拿命来！你们是谁？殿下饶命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我们中计了，还不快走！走。温呆呆，别来无恙啊！我那些财宝你看的还好吧？识相的马上交出那些财宝，还可饶你不死。谁饶谁的命还不知道呢。司徒笑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天不死，我就一天寝食不安。司徒笑，你早就该死了。哼，那就休怪我司徒笑，杀人不眨眼了。呆呆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顶着。不，我不走。你留下只会碍手碍脚的，快走！少废话，杀了他！走啊，快走！白兄，你先顶着，我去追那贱人。好嘞。所谓落日牧场场主一代枭雄，就为了一点财宝，不惜豁出老命，想来真是可怜呢。你少啰嗦，不交出财宝，可怜的只会是你。你要杀就杀，少做威胁。哼！可是那些财宝，你永远也别想拿到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当年可真是待你不薄啊！可到头来，你却反叛于我。你少提当年，当年不是形势所逼，我也不会委身你这个人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恶心啊！你少废话，交不交财宝？不然我就毁掉你的容貌。交不交？你交什么交？小华姐姐，别怕，我师傅马上就来了，他会保护你的。你可别乱动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师傅他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可别想轻举妄动。哎，师傅，大师兄，你们快点来呀！我姐姐被这个司徒笑欺负了。哎，你别喊呐！谁欺负他了？我不过有事跟他商量罢了。大师兄，你小孩子懂什么呀你？我姐姐被这个司徒笑欺负了，你们快点来呀！哎，是啊，快点！司徒笑说要杀了我，快点来呀！哎，救命啊！快点啊！你别喊！好，温太太，我们回头再说那件事情。师傅，老师兄，你们快点来呀！我姐姐被这个司徒笑。小华，云峥在桥头被白金舞缠住，我们快去救他。好，走。
哎，云哥哥，顶住！我师傅他们马上就来了，我来帮你。师傅，大师兄，他们天武镖局的人打我了，快来救我呀！蛋蛋，你没事吧？多亏小华救了我。哎，我这次救了你，还救了那位云哥哥，会不会有什么奖赏啊？你要什么奖赏啊？好吧，闭上眼睛。哦，好。哎，云哥哥，你别急着走嘛，我也救过你呀，你该怎么报答我呀？难道你也要我亲你口吗？哎，你这个云哥哥好小气呀！哎，姐姐，你看他呀，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保护不好，还要来吓唬我。哼，姐姐，你以后别再跟他了，跟我好吧，我保证会把你保护得好好的。哎，云哥哥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你，嘿，他走了，真是没劲。哎，小鬼头，你不用回去侍奉你师傅吗？哎呀，完了，糟了！哎呦，我还有任务呢！哎呀，大事给忘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鸡腿啊，你也帮我给吃了吧。哎呀，我要走了，你自己小心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你吃醋了吗？那你生什么气呀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怪自己学艺不精，连敌人都杀不了，竟然被一个10岁的小孩子给救了，简直有辱大齐门的声誉。你放开我，去跟那个小孩子好了。你还不承认你吃醋啊？我根本没有吃醋，我们只是什么狗屁鸟关系。既然不是情侣，还吃什么醋啊？我们只是对付共同的敌人司徒笑罢了。奇怪了，搞什么嘛？哎呦，我还以为我迟了呢，搞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来，哼，都是些懒鬼。小华，哎，师姐，师姐，你这臭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活儿不干。师姐，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给我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是不是让人给打了？怎么可能嘛！就我这张脸，能被人打吗？哼，那你为什么一直摸着脸啊？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臭小子！师姐，你看，那不是仙女姐姐吗？什么仙女姐姐啊？就是那个呀，师傅很喜欢的，要说到做四姐的那个。嗨，姐姐，仙女姐姐，嗨，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灵光妹妹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你的堂哥哥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肯定是他们那些大西门的男人
都是负心汉。哎，仙女姐姐，你肯定是被那姓铁什么的给抛弃了。哎呀，你这臭小子，不知道别乱说话。灵光妹妹，那你一个人在这儿也不是办法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没有打算，只是不想回去，也不知道能去哪里。哎，你看，我早就猜中了吧？可怜的仙女姐姐一定是被那姓铁的给抛弃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没有，唐哥哥他……哎，妹妹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呀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抛在这儿。要不呢，你跟随我们一起回到师傅那儿，稍微安顿一下再说，你看呢？就是啊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对，姐姐，师姐说的没有错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的。妹妹，跟我回去吧。走吧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师傅，怎么会去了这么久？师傅，都怪这个臭小子贪玩，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。我们呀，只好停下来等他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师傅，您看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，我都长大了，身为大侠就应该四处游历游历嘛。哼，你还大侠呢？大侠是从来不会耽误正事的。算了，他也长大了，也应该让他四处逛逛。师傅，您都快把他给宠坏了。师傅，我给您带来一位客人。哦，谁呀？在哪儿呢？啊，原来是灵光姑娘。灵儿，你能来这里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你们也是的，他来这么久，让他活生生的站着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快点，好好的准备一顿，今晚我要好好的款待灵儿。是师傅。快！灵儿，你能来这里，我真是高兴死了。只是听我徒儿说，你已经无家可归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爹娘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从小在深谷里长大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。现在对灵儿来说，前路就只是茫茫的一片，看不清楚。灵儿也不敢往前走了。那你的堂哥哥呢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算了，你不肯说，我也不想多问了。不过我劝你，不要想那么多。鬼谷所有的人都犹如兄弟姐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。若你不顺心，如果你愿意呢，大可留下来；如果住腻了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。我鬼母的为人，你大概是清楚的，说一不二。只要你住在这里，安心顺意就好。那灵儿就谢谢殷婆婆了。当初阿朱来的时候，也是叫我殷婆婆，只是万事难料，一个好端端的姑娘，却被一个淫贼断送了一生。当初我在洛阳，就很想收你为徒儿，只是当初你不肯，
想陪你的铁中堂。灵儿，说实话，我当时真是百般不舍呀。好了好了，不提了不提了。灵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屋吧。徒儿们一定把饭菜都做好了，啊？哎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住啊。但是，小姐，您终于来了啊！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厢房，一会儿就吃饭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是我安排的，虽然司徒笑没有追踪我们，可是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这里也是我让敏儿买的，一方面可以掩人耳目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好好疗伤。我们还是先安顿好，然后再做打算，好不好？云公子，茶泡好了，你喝点茶吧。哦，谢谢。云珍，喜欢这个房子吗？你看的是什么书啊？没什么，一本全书而已。大齐12世，这是铁中堂给你的吗？是。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给我这个？当然了。这是你们大齐门的宝物啊！哼，那是他怕自己坏事做太多，怕东西落到敌人之手，他承担不起这个千古骂名。你不要老是这样说他好不好？你又不是没跟他在一起打过交道。他这个人做事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，谁都不知道。他这个人的确有些运筹帷幄的本事，可是撇去他不说，这本秘籍也没有什么过错啊。况且你是大齐门的弟子，你要好好研究一下，可能对你有帮助呢。好吧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敏儿做饭了没有。什么事了？我刚才练刀的时候运用大齐门12招式，可是怎么练都不对。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啊？我气，
我气的是铁中堂给了我什么破武功秘籍啊，让我练什么快速剑法，忘了过去的力道，害得我现在快不得又没有力量。我看他是想让我与大奇门的武功背道而驰，让我故意消减我的力量，真够阴险的。什么破武功秘籍啊！云正，你别管我，我出去走走。啊！妹妹，你怎么整天闷闷不乐的？我是想堂哥哥，想他就去找他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灵儿不能，灵儿不能去找堂哥哥。哎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灵儿，你不要动，好好躺着。你这样，让我怎么放得下心呢？从你来的那天起，你就终日郁闷，这样，竟活生生的生出病来。看来，我是顾不上我的面子了，我要亲自找铁中堂好好的问一问。他是怎么欺负我们家水灵光？不能去找堂哥哥，我求求您了。你们先出去吧。灵儿，你不要再傻了，你这样下去，会把你好端端的身体拖垮的。灵儿不怕，灵儿只怕，灵儿只怕没了堂哥哥。好了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就跟我说，多大的事情，我鬼母一定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的。